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天地。近日，網上突然流傳一則標題為58歲鄧萃雯未婚有兩兒子嘅報導，引發廣泛嘅關注，網民對此亦係議論紛紛。唔過這條聲氣很快就被判定為假聲氣，但鄧萃雯本人嘅情感經歷也直情很離奇。鄧萃雯有過3段比較著名嘅感情，有2段都係她拍戲時墜入嘅愛河。第一段係她出演出道之作嘅時候，嗰個部戲叫做《薛仁貴征東》，自己會出演也純屬巧合，因為原定嘅女演員翁美玲去世，所以片方只好喺 TVB 嘅演員培訓班裏再揾一個適合嘅演員。佢哋一眼挑中了當其時仲係新人嘅鄧萃雯，唔因為別嘅，只因為鄧萃雯長得最像翁美玲。正因為這種相似嘅幸運，鄧萃雯第一次獨擔綱，咁高嘅關注度自然也很快就得到了變現。當她走到大街上，人們都叫得出她角色嘅名字。除開明星，仲有愛情。她嘅第一段感情就係喺呢陣時結識嘅。電視劇嘅男主係萬梓良，佢哋喺拍攝時每日相處，唔知唔覺就對對方產生了感情。萬梓良大鄧萃雯9歲，更有豐富嘅演戲經驗。對於當其時仲係新人嘅鄧萃雯，萬梓良喺片場唔厭其煩地教她如何正確地演繹角色，但兩人嘅感情卻喺收尾走到了盡頭。喺第一部電視劇得食之後， TVB 自然而然注意到了這個氣宇非凡嘅女孩，佢哋和她續簽了5年合約，給了她唔少戲份。也係此後嘅幾年裏，鄧萃雯名利雙收，一時間風頭正勁。正當大家以為她事業正抵得上升期，接落嚟將會更加大展門途嘅時候，她卻突然宣布要去美國讀書，驚掉咗所有人嘅下巴。原因很簡單，就係她厭惡了觥籌交錯嘅名利場，忽然喺一瞬間睇明白了，人哋如今愛我係因為我有名，而唔係因為我有多麼優秀嘅個人魅力。此前她喺拍攝完《薛仁貴征東》後，曾感動地表示，原來有咁多人真個愛我也抵得被愛。可係等到她喺娛樂圈摸爬滾打越來越久之後，她忽然悟了，我雖然抵得被愛，可係佢哋也唔係真個愛我。鄧萃雯痛定思痛，深知呢啲花流嘅愛意終歸會喺有一天煙消雲散，所以她決定去讀書，讀室內設計，哪怕有一天失業了，自己也算有個細藝，能夠繼續求個溫飽。她一度想要喺美國徹底嘅留低，可係喺美國也並唔係一個只要使錢就能留下嘅地頭。卒之有一天，鄧萃雯仲係花完了身上嘅錢財，唔得意，她只好再次回到了娛樂圈，為自己賺錢。只係 TVB 嘅小花更新換代實情係太過快速。鄧萃雯離開嘅這幾年，已經足夠公司裏嘅女藝人更新換代好幾輪。鄧萃雯望住給自己嘅劇本唔斷皺眉，再次明白這個公司似乎已經開始冇自己嘅位置。這種情況下，有一些藝人覺得求其忍就忍了，還會繼續喺呢度幹下去。可係鄧萃雯即便焦慮辭職就失業，也唔得唔考慮其接落嚟係該去仲係該留。這時 TVB 嘅死係老亞視拋來了橄欖枝，問她有冇意向來演佢哋嘅電視劇，而且仲係女主角。亞視很重視鄧萃雯，一上來就給了她一部佢哋已經籌備多年嘅本子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而這段經歷讓她識得了自己嘅第2任男友江華。電視劇拍攝結束後，二人就手地就走到了一起，更係有媒體拍到了江華多次出入鄧萃雯嘅家中，同居嘅傳聞唔脛而走。唔過江華唔係孤身一人嘅浪子，他已經成了家，妻子麥潔敏也懷了孕，已經有4個月。江華喺銀幕上塑造着痴情專注嘅男1號，
甚至還演過清心寡欲嘅唐僧。可係私底下真人思想卻與自己扮演過嘅角色直頭相反。他也知道鄧萃雯缺愛，於係乎當初冇和他喺兼埋嘅時候就對他訴苦，以博取同情。喺他嘴裏，自己對鄧萃雯係一見鍾情，與他待喺兼埋就讓自己容光煥發，每一天都有好心情。而自己已婚嘅妻子，他嘅言語裏無唔係嫌棄，嫌他對自己態度差，自己喺婚姻裏就冇幸福，他好似喺囚籠裏耽無天日。鄧萃雯心軟晒，因為他也係真個愛上了這個男人。鄧萃雯心裏也清楚，自己只係喺做唔道德事幹，就係大眾口中人人喊打嘅小三行徑。可係自己仲係一意孤行，唔識與江華暗自維繫這種關係，唔去公開，也要和他喺兼埋。鄧萃雯會咁做，很大程度上係因為鄧萃雯第一次從江華嗰度感覺到獨一無二嘅愛。他自己也坦言，我並冇想要去破壞他嘅家庭，嗰個一刻我也只係想要他嘅嗰個份愛。可能因為正話合作完電視劇，鄧萃雯對江華仲有角色濾鏡，所以他才會相信這個男人俾佢嘅溫暖實行係有咁半分真心。只係演員就係演員，江華分得清自己係真情仲係入戲，所以他可以變臉無情，讓鄧萃雯對愛嘅幻想一掃而空。打後呢單事幹越傳越陰，收尾仲係被麥潔敏知曉了一切。他二話冇月出境喺媒體前公然怒斥鄧萃雯嘅小三行為，說他咁一個風頭正勁嘅女星，竟然還干破壞人家庭嘅事幹，唔知廉恥。他甚至還和江華上了一個情感類節目，喺節目上大肆控訴鄧萃雯破壞人哋家庭嘅唔道德行徑。嗰個說會永遠愛鄧萃雯嘅江華也出而家了節目上。唔單止如此，他冇衝上前攔住妻子繼續睡下去，把過錯攬喺自己身上，還賠喺妻子身根，與他兼埋控訴，明明係自己對鄧萃雯先越嘅愛，毫唔誇張地說，他仲係糾纏最深嘅嗰個，如今卻和自己嘴裏最唔待見嘅妻子站喺了兼埋。數落着鄧萃雯嘅唔係一段感情裏最先撩騷嘅大多係男方，陷入最深嘅就係女方。收尾當真相揭露，就會發現男方始終無情無義，和聊齋裏寫嘅大多古仔有乜嘢唔同。江華給了鄧萃雯愛，又用愛給了他人生最深嘅一擊。節目一播出，鄧萃雯果然成了風口浪尖，一時間大街小巷將當其時嘅風言風語坐實，紛紛嘩然，咁嘆熒幕上單純善良嘅姚小蝶，原來真個係這種女人。鄧萃雯嘅事業經受重大打擊，同樣嘅，連着醒神世界對愛嘅無所唔能也產生了質疑，他對愛嘅唔信任感又回來了，直到好耐之後，才又談了一段戀愛。今次戀愛嘅對象係個歌手，寫過唔少耳熟能詳嘅歌，他叫鄭敬基。雖然冇多麼嘅有名，但係很有實力。他陪鄧萃雯走過了低谷期，喺自己最無助嘅日子裏，係他給了自己唔少溫暖。但係鄧萃雯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無法回到最初義無反顧嘅心態。他懼怕咗愛這個借口，甚至會有時審判鄭敬基愛自己嘅行為係唔係有所圖。收尾嘅結果自然係佢哋走到了盡頭。鄧萃雯對此並冇乜嘢可遺憾嘅，他直言佢哋唔夾，這只係分手嘅導火索。打後嘅鄧萃雯再也冇談過戀愛，孤身至今，拿獎卻無數。從金枝玉葉到巾幗梟雄系列，他節節高升，再次迎來事業嘅高峰。甚至拿下 TVB 視後，他身體力行地詮釋了一句話：無愛一身輕。雖然係因為自身懼怕愛情，所打後他才唔打算主動尋揾愛情。
可係喺冇愛情嘅日子裏，他終歸明白自己也係一種幸福。今天嘅節目就到這了，我哋下期再見。